花，阮的主，你的名伫全地到遮尔大，你将你的荣光摆列伫天呢。你因为你的对德的缘故，对圆仔甲食年的喙，建立能力，要互对德甲报怨的竞争。我看你的天，你的手所做的，甲你所摆列的月甲星，世间人是啥物？你少念伊；人的囝是啥物？你眷顾伊。你互伊比天使米仔较殊，佮赏赐伊荣光尊贵做冕旒。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下万米伫伊的骹下，就是一切羊甲牛，山野的走兽，天中的鸟，海内的鱼，甲见若经过海里的路鞋，拢下伫伊的骹下。耶和华，阮的主啊，你的名伫全地到遐尼大，遐尼悬大。下面咱要来唱圣诗，新圣诗198首，旧圣诗第3首。俄罗称呼至悬上帝，会众请起立。最大上帝，你名流传万世，你将荣光摆列伫天，真正伟大你，你用命的大地平，显出奇妙灵。咱犹原请咧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别，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庭，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上帝，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上课，罪赦免，肉体复活，平安的活命。阿门。会众请坐。这是咱来启用。启用文31篇，就是诗篇127到228篇。我来启，会众来引。主地若毋是上主建造，城若毋是上主看顾守，恁早早起来，晚晚则困。
上主所疼的人。囝儿是上主所赐的产业。少年的时所生的囝儿，种地把的人真有福气。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你会通食双手，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你的某伫厝内亲像结果子的葡萄树。一声，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遮尔有幸福。愿上主对錫安赐福予你。愿你会看到行行顺顺。咱做伙来祈祷。我的阿爸天父上帝，愿感谢你看顾保守阮，愿一直来到你的圣殿，要来学乐敬拜你。恳求你的圣神甲阮同在，互阮会当认捌你的道理，听你的教示，互阮会当亲像你疼阮样疼阮的厝边，疼阮的亲人，互阮的教会充满疼，会当成做你荣光你的教会。阮下面的时间，拢交托伫你的手，恳求你的圣神甲阮同在，开阮的目睭，开阮的灵。阮会当来领受你的教示，遵行你的说命令，做一个顺服你、听你所欢喜的囝儿儿女。安尼感恩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恳求阿门。主听阮祈祷。这时咱要学咯，咱抗礼劝诫要献诗，因第是主是我牧者，甲耶和华祝福满满。
啊，请坐，请坐哦。什么人讲长老教会徛袂起来，手举袂起来？今仔日开始，咱教会就要复兴。阿妹。咱要坚守上帝的话，圣经创世纪42章第10到38节，请。雅各看见埃及有五个，雅各就甲伊遐个囝讲：恁啥事缀相看？我讲，我听见埃及有五个，阮人就去遐，为咱跳淡薄，互咱同活活免死。对安尼，约瑟10个兄拢落埃及。去跳美娘，总是约瑟的小弟便雅悯，雅各无找伊甲因的兄相甲去，因为伊讲行了伊拄着害，来跳美娘的人的中间，以色列兄的囝也有来，因为迦南地也有气远。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条美娘，互迄个所在的正百姓的也是伊。约瑟遐个兄来，趴落地拜伊。约瑟看见伊遐个兄的人质，加做生份人，对因讲较严的话，问因讲。恁对家落来，因讲对迦南地来跳美娘，约瑟会认得因兄，因袂认得伊。约瑟记得前所望，论到因遐个梦，就对因讲：恁是神探，来探这个所在的事实。因对伊讲。阮的主啊，毋是你的奴仆来跳了伊年，阮拢是一人的囝，阮是老实人，你的奴仆毋是真探。约瑟甲因讲，毋是安尼，恁来是要探听这所在的事实。因讲，你的奴仆12个兄弟。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囝，第一世现今伫阮老爸遐，有一个无去来。约瑟甲因讲，我拄仔讲恁是真汉，这个话实在无错。我是法老的性命来救抓，若恁煞尾的小弟无到遮。恁袂得通出这所在，用安尼来试验恁的夫妻，就找恁中间一人去，带恁的小弟来，恁才会拢着关伫遮，证明恁的话，在恁的诚实也无。若无，我指法老的性命来救抓，一定是真汉。对安尼，约瑟将因拢关伫家里3日，到第3日，约瑟对因讲：我敬畏上帝，恁照我的行就会活。恁若果然是老实人，恁兄弟中通留一个白伫恁的家内，拢是恁将我美娘倒去。叫恁将恁煞尾小弟带来我遮，安尼恁的话就有凭据，恁也毋免死。因就照安尼行。因三角讲，咱对咱的小弟实在有罪，伊哀求咱的时，咱看见伊心内的艰苦。也毋肯听伊，所以这场的苦难到期间。刘备应讲，
我兼毋是对恁讲，毋通害迄个囡仔来处罪，不过恁毋听，所以以后伊会做载咱来啊无好，因为毋知约瑟听会晓，因为因中间有犯一般，一活长心流目屎。搁活倒来，甲因讲话，就伫因中间出西面出来，伊伫因的面前，甲伊白掉。约瑟吩咐人将五角因的屁股搞满满，将大人的魂摕伫布地内来行，搁用罗尼的赦免互因。人就照安尼来甲因做，因就受五谷，互因的父婿，就离开遐去，到晓明的所在，因中间有一人该为伊的主，即会互奴者，则看见伊的魂了原地界，摕伫布地塔。就甲伊的兄弟讲，我的魂回应过来，你看，就原伫我的布地内，因就听到无心肝，袅袅喘，三角讲，上帝安尼款待咱是啥物？因到迦南地，伊伫因老爸雅各遐，将所拄着的事拢甲伊讲。迄人就是迄所在的主，对阮讲真严的话，掠阮做迄所在的侦探。阮甲伊讲，阮是老实人，阮毋是侦探，阮是12个兄弟，是阮老爸的囝，有一个无去，第一世的，现今只阮老爸伫阿南地。这人就是迄所在的主，甲阮讲，若爱互我知恁是老实人，恁兄弟中通留一个伫我遮，恁才会通带我到去救恁家内的义远，带恁所买的小弟来我遮，我就知恁毋是真汉，是老实人。安尼，我就用恁的兄弟交互恁，恁也通所在买卖。后来因拼因的布地无拍算，因逐人的文包拢伫因的布地内。因甲因的老爸看见文包，就拢惊吓。因的老爸雅各甲因讲。恁互我失无我的囝，约瑟无去，西面也无去，恁了要带连恁去，这代志拢是害着我。刘典甲伊的老爸讲，我若无带伊倒来交你，你通害我二个囝，所以你通将伊交代我。我的确带伊倒来交你，雅各说：我的囝，我袂互伊甲恁去。你兄弟已死，只有剩伊。伊若伊所行的路拄着陷害，迄就是因互我白头毛凄惨落阴府。下面咱总牧师要讲到题目是把爱带回家。咱拄仔咧读圣经的时有几字吼？迄个跳牛啊，跳牛。咱的地理老师伫遐吼，应该跳牛吼。五角啊，五角啊。五角伊爱写啊吼，啊的音吼，即个白话字是啊的音，所以咱这两字爱注意吼，是五角吼，跳牛吼。好，咱三个同心来祈祷。
主阮的上帝，阮只是安静阮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搁来一摆要对你的话三下实。主阮的上帝，看你特别伫你的话的顶面，诚侪阮最大的帮助。伫你的话的顶面，诚侪阮生命中及时的帮助伫阮，是所拄着任何的代志顶面，有你，诚侪阮最大的快乐。但只是也要对你的话三下实，看你的心充满伫阮。阮要伫遮开始大声祈祷，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教会要举行这个好会，为了向大家报告这一年中咱教会所做事工，更加重要，就是要甲咱大家来分享新的一年教会的方向甲目标。咱知影，教会是去做信仰的所在，信仰是生命的根基。这世间的环境，什么时有大风？什么时有大雨，无有人会当预料到。总是根基若起做伫石板顶，毋管什么时有大风咧吹、大雨咧压、大水咧冲，拢毋免惊吓，因为咱的根基起做甲真稳固。信仰是咱生命的根基，这是咱大家拢知影的。总是咱的信仰，如果若无落实伫现实的生活中间，就无法度对咱甲周围人的生活甲生命产生有路用的影响力。今年牧师提出一个具体落实信仰的目标，就是什么？就是把爱什么带回家，将疼带转去恁的厝，将疼带转去恁的厝。既然咱基督徒会当真正落实，伫咱平凡的生活中间，领受上帝的祝福。兄弟姊妹，人的心灵需要有疼来润泽，每一个人拢需要有人来关心、来安慰、来勉励、来肯定。牧师相信，生命因为有疼就满足。家庭因为有疼就有喜乐，教会因为有疼就要得到福气。如果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同齐着这个目标来前进，将咱的疼带转去你的厝，将这个疼带来教会，将疼分予四周的人，带予你，真像这个疼带伫你的工作场所、社区与社会所需要的每一角落。当咱愿意安尼做时，牧师相信上帝必定会拍开天顶的窗，将伊的疼灌压伫你的心上，互你的疼会当更加丰富、更加宽阔，互你的心灵更加会当满足喜乐。因为上帝美好的祝福、丰盛的应允，也要因为咱彼此相疼，临到咱每一人的心上。来怎样再将这个疼带转去恁的厝咧？兄弟姊妹，将疼带转去恁的厝，敢有简单？简单，感谢上帝。有简单无？有吼，安尼真好。这个时阵，其实厝内的人反正是伤害咱上严重的，你敢知影？家人是伤害你最严重的，你们知道吗？有一个主日的老师为着要互这个学生学习感恩的功课，所以就互学生讲出有啥物会当感谢上帝的话。咱像囡仔啦，听到老师咧讲甲拢安那真踊跃伫安那发言。所以有个人就安那为着伊的身躯健康伫遐来感恩，为着伊会当自由自在来生活伫遐来感恩。因为有侪侪朋友来感恩，有一个查某囡仔也真欢喜的，伫遐向我讲，也为了阮的厝内人，为了阮的兄弟姊妹来感恩。无拍算另外一个查甫囡仔，居然马上伫遐受气抗议讲，我你讲迄无包括我的姐姐哦。人上恶得袂记的，就是别人对家己的伤害。
如何将这个痛带回去家己的厝咧？爱将痛带回去，上大先在做出一项真重要的决定，就是爱选择什么？愿意疗舍，愿意疗舍，厝内人过去对咱的误解、甲伤害，包括伫言语顶面、行大的顶面，这真困难，却是非常重要的生命功课。兄弟姊妹，别人会伤害你的心，却伤袂了你安那心目中的痛。创世纪42章甲46章记载约瑟甲因兄哥中逢的整个过程，面对遐个捌伤害过家己的兄哥，约瑟伊伫遮怎样处理咧？迄个时，咱知约瑟已经是啥物啊？埃及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并且伊掌管买卖粮食的特权。当时全地大饥荒，只有埃及有牛通食，所以各所在各地方的人拢来到埃及，要伫遐来买即个粮食。连住伫迦南地，约瑟遮的兄哥，因也是来到即个埃及来拆牛。所以，咱爱知影，饥荒是非常的危险，也是危机。上时也是啥物？危机就是什么？转机，就是转机，也是人转向上帝的一个啥物？一个机会。兄弟姊妹，咱来知影，上帝常常会用环境，伫遐来磨练人，来考验人，要知影你的心性如何。上帝要大大重用约瑟，请问，什么款的人才会当互上帝大大重用呢？就是会当明白上帝心意的人，愿意互上帝伫伊身上做工的人，甘愿好好伫上帝面前遵行伊的旨意的人，即款的人，上帝才有办法将伊的大权能、大气力放伫伊的身上，可以成做一个会当翻转恶劣局势的人，会当将上帝的祝福带予正人的人。约瑟对即种的人，伊明白上帝的心意，伊愿意互上帝伫伊身上做工，伊甘愿降服伫上帝面前，所以上帝大大使用伊，高举伊诚做法老王以外上有权柄的人。咱知影迄个时的约瑟，伊是伫埃及拥有上大的权势、名声、地位、财富。伊有真美满的婚姻家庭，伊有2个优秀的囡仔，通讲这是世间人所追求的，伊拢有啊。总之，只有上帝知，伊的心内也有一项的什么伤痛，就是伊10个兄哥捌对伊的伤害。上帝知影，约瑟心内的这个伤痛，如果若过袂去，就是已经拥有所有一切，迄粒受伤的心，依然无法度真正得到讨棒甲满足。也因为安尼生，上帝借着大饥荒，将伊伫迦南地10个兄哥拢带来，要帮助伊透开心中这个结。兄弟姊妹，咱拢知影骨肉至亲，厝内人中间迄个血缘的关系，那像血浓于水的关系，是永远是安那斩袂断、砍袂断的。彼此若有心结，一定要求上帝帮助咱，好好伫遐来处理。兄弟姊妹，无论什么款的原因，地搞反目家仇，还是讲老死什么不相往来哈，这一定拢是你一生中永远的痛。当这10个兄哥来到埃及拆牛，伫创世纪42章8节甲9节安尼讲，约瑟会认得伊的兄，因未认得伊，约瑟认得伊前所梦论到因会遐的梦，就对因讲：你是侦探，
来探听即所在的虚实。其实从兄哥，其实对伊的兄哥，从伊17岁时而且约瑟，未到即个埃及来做奴才，一直到约瑟成做埃及的宰相。即个时间已经经过偌久？你有甲算过无？22年啦，22年牧师伫咱教已经23年啊今年啦今年拄啊开始进入23年。约瑟心目中的即个伤痕，好像已经早就袂记哩。总是咱来知影，选择即个刀片，还是故意袂记即个伤掠，并袂当互伊的伤痕自动得到好。所以上帝知影约瑟，伊必须要面对即个生命中上大的即个痛痛。所以伫遐利用饥荒，逼约瑟的兄哥来到埃及拆牛，互约瑟看见兄哥来回忆当初的即个痛苦甲创伤。这是爱约瑟伫遐来勇敢面对家己心目中的伤掠。兄弟姊妹，过去的伤掠，毋管有偌痛有偌多，你若毋敢去面对，你就无法度面对。永远就存在，所以你来只有勇敢的去面对，你才会当得到医治。因为即个处理人甲人的关系，敢有简单？我相信咱拢摇头啦，无简单，非常的无简单。特别是有即个血缘的关系的人，即亲人更加是难上什么家难，非常的困难。尤其如果你是受害者，你是受伤的，更加是无简单。总是咱来知影，无去处理，你的心就会失落平安。所以咱看伊圣经用5章的篇幅，对42章到46章，真详细地来描述约瑟如何来修补这个手足之间的关系。原本已经破裂的关系，怎样伫遐来修补？感谢上帝，伊也是伫款的修补，甲咱中间的关系伫遐来建立。兄弟姊妹，互咱想看卖啊！人若受了伤害，为什么真恶的宽赦呢？因为咱真侪时阵是感觉非常毋甘心毋甘心，感觉别人安尼对待我。伤害我一定要安怎，互伊付出代价。这是一般人互伊也爱食到这个痛苦的滋味，这种什么讨债的心态，会互咱就是家己已经拥有真多啊，以完你无法度快乐起来，因为你伫活伫过去的痛苦中间。一直感觉别人亏欠我，这种的愤怒，这种的生气，这种想要报复的心态，反倒会互家己精疲力尽，无得享受上帝伫咱生命中的快乐。兄弟姊妹，上帝无爱咱活伫这个毋肯疗舍的监狱中间，伊要偷放你，互你成做一位真正自由的人，会当勇敢去听。也会当享受了这个上帝所予咱的听，感谢上帝。约瑟是一位真正自由的人，因为已经会当行出兄哥对伊的伤害。咱对创世纪42章的记载，牧师相信，约瑟其实早就原谅伊的兄哥，总是伊并无马上来透露已经原谅的意思，因为伊必须确定。伊的兄哥是毋是有真正来悔改咧？还是依然处理罪恶的光景中间？也因为安尼先，伊故意用真严厉的话语，伫遐来指责因是间谍干涉，用意就是要来考验因，看因是毋是也会彼此伫遐怪罪争吵，面对受侮辱的罪状。这样使互伊10个兄哥非常的惊，伊突然间想起
过去因捌对约瑟所做出遮的无公平、无好的代志的对待。创世纪42章21节。圣经安尼记载讲，咱对咱的小弟实在有罪，伊哀求咱的时，咱看见伊心内的艰苦，也毋肯听伊，所以即场的苦难到伫咱。所以对因的对话的中间，约瑟知影兄哥对将前的罪行，所以对约瑟的歹已经有后悔，伊受伤的心就伫遐得到医治。创世纪42章24节讲，约瑟活转身流目屎，搁活来甲因讲话，就伫因中间取生命出来，伫因的面前甲伊绑地。兄弟，你看约瑟受卖成做埃及的奴才，伊都无靠；伊受伊的头家娘冤枉，日家伊也无靠。伊是一位真坚强勇敢的人。总是当伊听到伊的兄哥讲出后悔的话，伊伫安那，伊伫遐哭。兄姊妹，目屎有时是会当洗清去人心内的伤疤。约瑟哭，心流软，伊也得到医治。约瑟并无马上就甲伊兄哥相认，反正用真严厉的话甲行动来对待因。这是要考验因严厉的背后，是温暖的疼；伫考验的后面，是满满的仁爱。其实这点也值得咱来思考。兄弟姊妹，做唔对的一方，如果若唔知影家己做唔对，也唔知影家己错误伫倒落，伊就无法度真正伫遐来改正，有可能一而再，再而三。遐来做出伤害人的代志，这对受伤的一方是更加受伤，根本就无法度原谅。兄弟姊妹，如果若无真正的悔改，无条件的赦免，只讲一种纵容、一种宠爱，互伊啦更加软弱，并无办法产生真正医治甲带伊正的功效。所以，伫遮看伊约瑟用考验，再三确认伊的兄哥有真实的悔改，所以伊受伤的心伫遐得到医治。所以伫遮伊安那，伊流目屎，伊哭。兄弟姊妹，人无法度宽赦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无有疼。当咱心目中的疼消失去，就只会干那看到什么别人的歹。兄弟姊妹，咱敢是一位真容易挑剔的人吗？你常常看到别人的缺点嘛？有时咱爱转来检验咱家己，看家己是毋是心目中对迄个人已经无疼，所以只敢看到伊的缺点，看袂到伊的优点。有一对翁仔某结婚50周年，有人来问伊。这位太太，这位太太甲问讲，结婚50周年，你看你的先生敢有啥物款的缺点？这位太太安尼讲，我的先生的缺点嘛，哇，有够多，多敢若天顶的星，算也算袂清。总是有一个真牛、真好的优点，就那像太阳遐尔啊赞。我一看到伊的优点。就看袂起伊的什么？伊的缺点。兄弟姊妹，每一个人拢有性格上的优点甲缺点。请问，你常常是看到你厝内人的优点，还是看到因的缺点呢？当咱心目中的听消息啊，你就只敢会当看到别人的缺点。当咱的听心来充足的时阵，你真学得去找出别人的错误。约瑟兄哥对做出遐尼大的歹，为什么伊还阁会当来宽赦因呢？
牧师相信，因为约瑟是一位真正心目中有疼的人。只要你的心目中有疼，别人虽然伤害你的心，总是伤害不了你心中的疼。虽然约瑟为着要试验兄哥是毋是有悔改，做出真严厉的款式，总是伊的内心依然充满着对厝内人满满的笑脸甲疼。所以，当伊这兄哥要转去的时，约瑟吩咐人将食面装满因的器具，尽伊所爱，甲因的如所会当负债会当债的条件，互伊满满转去。佮规怀达人的阮啊，约瑟互因食面，相时也暗钱将钱害因。约瑟用这种的方式来表达伊对厝内人的关心甲照顾，这互咱也是一个真好的警醒。有时当厝内人若有要求伫咱的时，咱也爱有能力要有能力给予，爱互伊安那互伊当得到，就应该效法约瑟，毋通计较，爱安那爱充足的互伊。伊表示咱若有，咱若无当然免讲，咱若有，就是爱互伊。兄弟姊妹，请问你甲厝内人中间，是毋是也捌有过即种的时阵呢？所以你的嘴袂讲，心内也开始受伤，总是迄份温暖的疼，依然存在伫你的心深深的所在，无离开。上帝拢知影，伊掌管一切，伊要帮助咱修复甲亲爱厝内人中间的关系。所以，当咱愿意用温柔款待，迄个愿意疗舍的心，必然咱修补一切破裂的关系。诗篇133篇1节甲3节咧讲，看兄弟好好相甲徛起，是何等的好，何等的安乐。这通比拼迄个贵气的油，添伫头壳顶，流到喙鬚，就是阿伦的喙鬚，佮流到伊的衫钱，也通比拼迄文的露水，落伫锡安遮的山，因为伫遐耶和华有定着的祝福，就是永远的活命。诗人将这兄弟姊妹中间这个好好三角徛起，是何等的好，何等的安乐。伊伫遐譬如做啥物？那像贵气的油，就是珍贵的香膏。这种香膏一拍开，就安那，就会发出互人欢喜的香味。当你抹这个香膏，不但你香安那，别人安那也香。这个香味，互人会当心满意足。诗人佫讲，佫好比滋润食物的露水，叫人感受到清新甲满有活力。这兄弟姊妹中间彼此的相疼，就是安尼。主耶稣讲，人看见恁彼此相疼，就知影恁是我的学生。所以厝内人彼此相疼，所流露出这种基督的香味甲性格，不但咱激励人，会当帮助人带出心目中好，心目中的好，影响人的性命，并且会当伫遐祝福所有的人。兄弟姊妹，将疼带转去你的厝，简单嘛？其实对一寡人来讲真简单，总是对有一寡人来讲却无真简单。总是咱会知影，无啥物做袂到的，只看你愿意，也是无愿意去做。当你愿意，圣经伫遮安尼甲咱讲，靠着迄教我气力的，我凡事拢会，对无？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怎样都能。上帝必定要帮助咱，好好修补咱甲厝内人的关系。所以，即个每一工、每一句好话，激励、肯定、学落的话，所以咱互人的心啊温暖。即个一点点小礼物，帮忙做一寡
厝内的代志，有时啊斗阵佚佗，做共同欢喜的代志，可以安排时间讲话，好好伫遐来沟通，人甲人中间的感情，敢是安尼一点一滴伫遐来培养出来嘛？上重要的就是无纪念人的什么的，人的歹。约瑟真正是一位有智慧的人，伊选择撩下伊兄哥的毋对，并且用真实的疼去款待人，这互伊家己得到上大的祝福。请问，伫你的心目中，是毋是要有一寡无法度宽赦的人嘛？伫你的心目中，敢有有一寡无法度宽赦这亲人嘛？因是毋是值得你继续互受气的火焰？烧毁你生命中的欢喜咧，所以咱都要放落咱心中的重担，只有宽赦，才会当医治受伤的灵魂；也只有宽赦，才会当互咱的生命重新得到平安喜乐。兄弟姊妹，将咱的疼带转去厝，因为你心目中的疼，因为这项你就会当搁再一摆点倒起来，温暖你的心，才让活出生命中真正的喜乐甲满足。所以咱今年教会目标就是什么？来，咱读一摆来，把爱带回家，将疼带转去恁的厝。兄弟姊妹，咱三个来学习，将这个疼带转去恁的厝，这个重要的生命功课，互咱的厝内的人真正感受到咱对因的关心甲三疼。互咱的家庭冒上帝恩典，甲祝福，所以求上帝爱赏赐咱智慧甲聪明、勇敢，愿意勇敢去修补厝内人中间的伤裂。咱伫遮求主耶稣是你家疼，更加丰盛的进入咱的中间，充满并医治捌受过伤的心灵，互咱做出有智慧的选择，就是了解厝内人对咱的伤害。甲模范咱，愿意用温慈款待厝内人，将疼带转去你的厝，这是蒙福的第一步。相信上帝必定因为咱愿意去疼，加倍照伫咱，以咱所祝福所有疼厝内人，以咱所疼的人，愿上帝祝福咱。咱三同心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阮只三个主持主，阮知你听阮，也敬选阮。阮诚做你的囝儿查某囝，阮伫遐敬拜，阮伫遐服侍，阮伫遐用你的话三个勉励，三个学习。主肯定当互阮伫你的话顶面更加得到学习，得到激励，得到帮助。伫即个现实现代的社会中间，人甲人的关系常常充满着侪妖异、对立、不满、愤怒，是有侪伫阮的四周围伫遐来发生。主，阮的上帝，佢哋会当通过你的圣洁、你的宣传、你的话的开导甲帮助，阮伫面对今仔日即个社会的状况，阮对阮的家庭开始做起，将疼带转去阮家己的厝内，疼阮的厝内人，疼阮所有的人，疼阮的亲人朋友，透过阮即种信仰的见证，透过阮即种的关系。互阮的家庭诚做活活的见证，伫遐，互更较侪人因为阮来得到阳光，互更较侪人因阮来得到祝福。主，阮的上帝，阮将阮所领受到对你的恩典，过一摆伫你面前，用感恩的心拜列，用感恩的心行做，用感恩的心服侍伫你面前，可你继续带领阮，帮助阮，坚固阮。来一摆，将阮本身完全献上伫你面前，阮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因为咱来回应上帝的话，
圣诗、新圣诗450首，旧圣诗433首。恳求上帝施恩赐福，会将请起立。请这首的执事带咱来做奉献。咱吟第4首。
主你也把我提拔，我们感谢你的引带咱了保守甲看顾。伫今年嘛有教会嘛要来，足侪事工要来行要来做，嘛足侪合适的所在，求主恁让阮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主，阮嘛献上阮的感谢，求主你来接纳，祈祷恳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非常请坐。下面是圣餐。咱的吟圣诗367首。小组小会小组一定，咱精髓来笑良医，要为救主替咱修行，到底一个来，救主。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伫伊教会陪餐者三甲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几若跟伊一人所讲恩典的话。恁既若着我担重担的，着就近我要互恁安息。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枵喙焦翕无义人福气，因为因要得着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
是照保罗所讲，以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人袂迄面有提饼祝谢来背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牌，恁着今日来纪念我。食了也按旁杯讲，即个杯就是圣约，伫我的会室里面。既然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
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疼痛，感谢你一年来对阮的看顾甲保守。新的一年，阮要伫遮来开始，恳你祝伫阮教会整个时间，阮遮所行做，来当得到你的欢喜。但这是阮伫圣餐奉献顶面，特别感谢你的赏赐恩典，互阮加添阮伫灵命、性命中会水甲好。主的手也放伫阮伫所奉献每一人，领受你大大的恩典，伫所奉献金钱，诚做阮圣工各方面的路用，诚做帮赞坚固阮各方面的需要。主，恳你特别祝福伫阮这新的一年所领受到的恩典。阮只用感恩的心摆咧伫你面前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只要来举行信徒台湾的吟圣诗257首。有
市是要来点名，请恁迄个小会书记李仲成长老来点名。那这个是我做伙来点名，啊，咱老听到他喊诱安尼吼。八条后，八宪强，建强，李宪维在楼上哦。那宪杰请假嘛吼。哦好。那黄月竹。王文玉，好，王诗明，王旋风，王桂珍，没有，王丽珠，王惠明，古金泰，江初之，何明胜，吴珠芳。吴明珠、吴丽娟、李宗仁、李雅慧、李正昌、李仲生我本人、李怡君，你老电换，好，李森达、李仲贤，金风技术甲国城拢请假了哦，李波龙、余香梅、吕如萍、吕绍兴、林子琪、林连昭、有林周野、林颂恩。林颂典、林永杰、林胜山、林志成、林美玲、林佩如、林杰美、林百祥、林淑慧、林秀珠、林世尧。林世勋，世勋有来吗？世勋有来吗？还没到吗？周慧金、邱树立、邱章勋、柯吉川、洪秀慧、洪素贞、施玉华。孙先龙、殷金春、张素贞、张贞杰、庄牧师、庄佳英、许艳玉、陈伯良。陈心爱、陈秀梅、陈水穴、钟德国、黄玉雪、王瑞祥、小黄秀珍、曾心怡、温来春、廖万世、赵月玲。赵佑慈、赵怡珍、蔡成快、蔡慧清、蔡少华、萧秀腾、邓瑞珍、蔡芳好，蔡芳、蔡暖慧。蔡慧珍、郑建宏、郑阿蛮、郑宝春、郑美玉、肖兴龙、赖美竹、萧秀腾、
哦，肖秀腾有，哦，肖秀腾有了，然后江内真有了啊，赖美竹对啊，赖月娥、蔡凤珠、钟秀钗、魏翠娇、有戴静怡、钟有啊有来嘛，钟小珍、郑淑玲，这样，肖俊伟、蔡雅竹、请这样，高州阿竹、廖秀丽，有来，黄一珍，有，要喊右啊，曾楚晴、林明远、苏燕玲，楼上哦，宁世轩，在楼上嘛，哦，没有在这里，这里哦，OK，你想坐这排？郑光慧、李丽英、张建平，好，无前点名。哦，桂珍还有。好。第二行。 OK。轻点门式。好，以上无前点名。好，安尼咱迄个印出席119个，请假19个，啊8个缺席，是出席92个咱生会吼。好，安尼咱直接来看顶次迄个会员大会的记录有爱报告一下吼。迄个艺术了，咱迄个看迄个23页吼，顶次迄个好会伫23页小会报告遮，咱来看吼。报告好。 报告这部分吼，好，书记报告啦吼。第一点，举行圣餐典的礼典啦吼，有97个会餐，圣餐奉献7257。第二项，举行好会会员好会，小会书记点名，结果因出席131名。 请假的会员有37名，实际出席有94名。主席宣布成会。第三点，2021年教会甲各团契事工活动的内容以及查校员报告逐项，经过会员大会无异议来通过甲接纳。第四点，2021年的收入支出。 会决算甲2022年事工计划，甲2022年的收入支出预算，财务长报告出席会员无人提出异议，还是更正，无异议来通过甲接纳。无异议。第五点，提名选出2022年的查校员。 发条副长老提名曾心怡来担任，黄传峰长老副议。好。张素贞姐妹提名李怡君担任，王永杰执事副议。林永杰。经在席会员94名野手通过2022年查校员，对曾心怡、李怡君来担任。 第六点，小会书记点名计算在席人数93名。好，安尼咱迄个确定吼，
来，咱来看迄个各团体报告，咱请小会吼，小会伫20页，咱看20页的所在吼，20页到27页吼，20页到27页的所在，咱会当来看吼。这是咱迄个小会去年度所有的事工甲计划吼。对小会部分有啥物重要爱讲的无？若无咱家己看吼。有啥物代志要甲咱的小会书记问的无？那咱多谢迄个李仲胜长老吼的辛苦。咱继续来看迄个28页中集会吼，咱请中集会书记宪维。咱中集会等下报告，咱请妇女团体，咱请立坚会长来报告。第32页。好，各位兄弟平安啊！平安阮妇女团体伫32页到33页的报告内容啊，请兄弟家己来看，啊，若有问题会当提出来问。哦，啊，阮今年新任的会长是月儿会长，哦，啊，请兄弟、请姊妹踊跃来出席参加。啊，毋知月儿有要补充报告无？若无的话，请甲阮接啦。哦，安尼有啥物？若无咱感谢立坚吼会长的辛苦，2年来吼，好，多谢伊。好，鼓掌吼，通过。好，咱来看助理学34页，请助理校长。咱这先请宪歌队队长陈伯良吼，伫迄个37页的部分。好，无事啊，大家平安吼。咱宪歌队去年的事工吼，形式拢伫咱的手册。啊，今年组织队长游玩是我本人吼。啊，咱其他的部分则请即大家家己注意来看吼。啊，看有啥物毋对，还是有啥物问题吼，甲会当替我向我来提出。以上简单报告。宪歌队上重要的邀请大家来参加宪歌队啦吼。拢爱鼓励，各团体拢爱鼓励吼，这真重要吼。你若爱唱歌，即摆讲唱歌会当，互你的免疫力会较强吼。唱歌是一件好事吼，哦，较袂失智哦，对啊。好，咱感谢迄个宪歌队啦吼，陈伯良吼辛苦伊。咱也转来到28页中集会书，咱请宪维吼。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是书记宪伟。这是28到29月是2002年的各团契施工的报告，然后我上面都有特别记载。因为有些档案过大的时候呢，就是会存在那个他们 PPT 我都会存在我自己的电脑页面上，就不方便放在那个长执会的合会本子里面，因为档案太大了。好，那如果你们有个别需要的话，我可以特别的私下赖给你们。我每一次的那个所有的那个 APP 档案我都有留下。好。好，安尼对中秋有啥物爱了解无？要不咱感谢迄个宪维执事哈。好，鼓掌哈，也多谢辛苦伊哈。咱接下来看39页敬拜赞美哈，咱请这个会长世新来报告哈。39页的部分哈。好，弟兄姐妹平安啊！是去年年度的那个赞美团的团长，然后我们的计划跟去年做的事情基本上39页跟40页，那大家就麻烦帮我们自己看，然后有问题的话都可以跟我们提出。然后新任的会长是 CC 陈伟嘉，对，希望大家再给他多一点爱的鼓励，然后。偶尔那个第一堂做完有兴趣的话，就是第二堂留下来也听一下我们敬拜。好，谢谢大家。好，对于敬拜团有什么要问的、了解的吗？没有人感谢他哈，给他鼓掌哈。好，咱现在请青少年团的会长赖俊杰哈来报告。41页、42页。好，嗨，我再说一次，嗨，我是
青少系的会长这样子。那我们就是一样是在礼拜六的晚上的进行聚会。那我们就是有新民长老，还有银志哥跟梦辰哥3个辅导跟我们一起，就是有一些灵修啊，或者是一些桌游或者一些分享的部分这样子。那如果也欢迎家里面有青少年，不管是国高中生或者大学生的，那也可以邀请他们在礼拜六的晚上一起来跟我们聚会这样子。好，大概是这样，谢谢大家。好，对青少年团体有要问的无？要不然鼓掌哈，给他鼓励哈，多谢伊。好，社青团契会长仲贤43呀，44呀哈，咱请来报告。牧师中祝在座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谢师今年的会长是现为执事。好。阮的聚会是美国的第2个礼拜。下晡1点到3点。也是延续到去年，我那个有一些户外活动啊，或者是我们3个月拢会寄一个卡片来请安问候的家庭。报告以上。好，咱对社青有啥物要了解要问的无？要不然多谢伊甲鼓励啦哈。好，抗力团契，我们请会长哈，瑞祥长老，45页、46页哈。抗力团契，抗力2个字就知影讲，结过婚的都是我们的会友了哈，会员啦哈。结过婚哦，不管你现在是不是还是结婚的状态，只要结过婚，你都可以来参加。单身的也可以来参加。我是说结过婚之后单身的，不要笑，这很严肃。抗力团契吼，主要有几个活动。第一，聚会时间吼，每一季一摆，拢伫礼拜下晡以往拢是用家庭做这个聚会的所在，总是疫情的时间吼。较无方便，所以咱拢改做伫个教会，也是另外公共的所在来聚会。比如讲，今仔日下昼就有抗力聚会，下昼1点到2点半，有迄个抗力聚会，欢迎大家来参加。特别今仔日阮有邀请一个金恩传道来做音乐生命见证。金恩传道顶礼拜。顶礼拜吧，有伫教会咱要请伊来做咱的青少年敬拜俄罗团的音乐班的老师，所以这将来是咱的同工。第二就是抗力团契，每一个月拢有一摆献诗。今仔日就是拄好阮的献诗，唱歌的人拢会安怎袂失智啦吼。然后呢，心灵快乐吼。第三就是我每年拢有对外奉献吼比如讲旧年啦吼，我有对家福中心的一个那个需要帮助的学生伊拢有来写配合咱吼，在后边咱再去看。第二旧年阮嘛有对迄个乐山乐山教养院，我每次都要讲疗养院哦。乐山教养院来奉献，上次阮嘛有去甲伊关怀啦吼。今年我嘛有按算讲对这2个单位继续来奉献。第4个就是抗力团契每年拢会举办这个联谊活动啦吼，就是迄落郊游加迄个聚餐加聚餐。聚餐是拢差不多是年底也是年初吼，也看迄个时间上会方便。踏青今年按算要来去新竹
我所袂记的，迄个所在的名啦吼，丽池啦吼，一个叫做丽池的所在吼，可能真少人听过吼。就是因为我的查某囝拍婚纱就在那个地方哈，所以看起来还蛮漂亮的，所以想带弟兄姐妹去欣赏一下哈。那同时那个地方也刚好樱花季吧，可能还有机会看到樱花啦哈。好以上是4个活动哈，所以我讲一摆哈，控例就是结过婚的人，无论你是单身还是在结婚状态下，都可以来参加，欢迎大家。好，安尼对控例团有了解无？有咱个鼓励哈，多谢伊。好，我们请那个松林团契会长陈水切长老哈，陈老师来报告。第47页、48页哈。平安。互阮上人团契上大支持过来要感谢这3年来甲我做伙同工的đoàn会少华、阿曼、慧珍、佮吴志芳姐吼，佮殷金春姐，这拢是我介好的同工我感谢因这3年来的陪伴甲付出。即摆阮上人团契才有一个字系副会长，伊写副队长改一个吼，副会长是副队长，因为2022年跟2023年拢同款。2022年的蔡少华是副会长，2023年的迄个林百祥应该是副会长，不是副队长。感谢呢，足侪兄弟姊妹为着阮上人团契呢奉献。头拄我变过呢，我发现讲阮上人团契奉献的金钱上侪，个人奉献最多吼，28000块。希望新的一年，虽然业主长要当会长，希望大家共同来迄个奉献，佮配合伊的迄个伊带领吼。互阮上人团契呢，愈来愈有气力。虽然阮年纪真济，但是呢，希望呢，阮每一届呢活动拢侪人来参与。我看过讲，今年咱家己教会无办迄种野外的迄个旅游啦吼，会当新的会长呢办一届迄个野外旅行或者是聚餐。好其他恁家己看啦吼，应该拢无问题啦。好，安尼下台一直讲。安尼有啥要问的无？若无甲多谢吼，鼓掌吼。咱即马请主任校长吼，文艺来报告，文艺校长伫头前的部分吼。34页哈，35页、36页。好，大家好哈。主流今年的部分，其实大部分的所在拢甲去年差不多哈。我们在国中的部分，有老师有更改哈。我们国中的部分是那个请孟纯弟兄，还有银志我们的神学生来带我们这些国中生，因为我们现在主日学这边大概小朋友的人数大约是12位左右，那我们的国中生大概有5、6位，那所以国中生这边大部分都是从我们主日学小朋友升上去的，那我们也希望说他们在国中这边有孟纯还有银志来帮忙带他们，让他们能够很好的之后呢可以衔接到那个青少期这边。好，那大概是这样子。那其他的主日学的时间还有内容的分配，基本上都跟去年差不多。那我们还是一样是用那个长老教会的主日学的教材。好，那我们今年的话，刚刚有提过，就是说我们在
儿童青少年这边有一个音乐事工的培训，就是请那个金传道来带我们。那我们这个目的，我再讲一下好了，就是实际上它不是什么音乐班，主要就是要培育我们教会的青少年跟儿童，真正能够用音乐来成为一个团队来服侍，然后成为带领人敬拜、赞美，传承基督服侍精神的一个神国的人才。我们希望说，在教会里面，让小朋友跟青少年来这边有一个好的环境，可以学一些音乐。那最主要让他们在这边真的能够成为服侍神的人才。好，所以我们这个课程应该是从3月的时候开始，3月4号第一次，然后目前是先有3个月的时间，有12次。那我们目前的课程有主要是2个，一个是 keyboard， 然后另外一个是木箱鼓。那我们这个课程是要交学费的，他每个月的话，大概一个人是1500，但是如果全勤的话，我们教会可以补助一半，所以就是只有750。所以，因为如果小朋友到外面去学音乐，其实都还蛮贵的。那所以是鼓励大家，就是让小朋友来这边学的话，其实他会比较便宜，然后也可以学到不错的东西。因为我上一次那个金传道来我们这边分享，然后我们也蛮感动，希望说大家可以让小朋友踊跃来这边参加，但是就是要鼓励他们，就是要全勤，礼拜6的时间要花时间来这边。好，那如果要有报名的部分，就是找那个施敏长老，找他来报名就可以了。好，那基本上就是这样。那其他的部分再请大家就看那个上面就可以了。谢谢大家。有国小、国中、幼稚园幼儿都可以参加我们的主日学欢迎您几点开始？9点9点开始尽量会当参加多谢给我们主日学校长一个鼓励好，咱现在听新版希望教会蔡老师蔡丽娟来报告。你的新版希望教会第49、50、515249、50、51、52，咱请蔡老师阿宝教会的牧师长节甲会众大家平安。平安。阮的这报告离这手册49页至52页，大家拢会使看我简单报告一下就好，就是阮的建堂基金定存50万，然后定存利息16106块。那经常费的结存是57960牧师含各个教会的牧者拢有建立礼拜3早上有建立祷告祭坛有推动阮会众离拜日厝的祈祷会拜3是离教会的祷告会每个月拢叫阮爱读一本属灵的书籍最后我要感谢阿宝教会牧师长节甲会众的支持甲带导毋知有啥物问题无？有啥物特别了解咱新版希望教会无？那么多谢伊啦多谢蔡老师辛苦。个查销员要报告，财务长要报告无？咱请财务长来报告一下感谢大家平安。平安。咱看咱手册第54面这边就是咱去年2022年咱收入预算甲决算。咱去年虽然有这个疫情的关系不过咱这个收入的部分有超过90%。
哦，所以非常感谢兄弟的奉献吼，嘛愿上帝大大祝福你咱每一个人的身上。啊，即马是2023年嘛吼，所以咱继续好无？好上没在无？嘿，继续爱奉献吼，尤其咱这约定奉献真重要吼。咱圣经都有你甲咱提醒吼，11奉献真重要吼，所以咱鼓励咱兄弟啊，除了平时其他感恩的奉献啊、积极的奉献等等。啊，11奉献、约定奉献真重要。好，报告以上，多谢。好，多谢哈。啊，咱这请查校委员哈，两位咱要出来一个报告了吧？好，请怡金哈姐妹来。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然后很感谢就是各位团契的会计的那个去年度的配合。然后我在这边就是讲一下，就是有一些该注意的地方，我再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在每一季交账的时候，我们只需要交传票跟收入支出的现金账。然后年底的时候，我们再加印分类账跟封面。然后那个封面的那个地方，还有需要会长跟会计的签名，就是这些地方大家比较容易忘记的地方。然后在印制会计账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不要使用回收纸。然后以上报告。安尼有了解不哈？各单位负责人跟会计哈要注意这一点，哈，这样 OK 了。好，谢谢咱家迄个查教员都鼓励哈，无简单哦，因为查校无简单哈。好，安尼咱来选举2023年的查校委员，哈，咱来提名，来赶快提名啊！怡金啊，顺龙顶头提名怡金啊，有人复议无？哦，迄个张素贞复议，好。啊，另外一位，来提名。另外一位是谁？曾心怡，陈老师提名曾心怡哈。啊，谁复议？谁复议？哦，那个林永杰执事复议哈，还是雅慧？林永杰复议啦哈。哦，安尼赞成的，还有人要竞争的无？有没有人要竞争的？没有啊，没有。安尼赞成的举手。要举手哦，你无举手，嘿，拢爱举手哦，哈，举手，嘿，举手。好，过半数哈，通过，安尼这两位哈。好，查校委员李怡金、曾心怡啊哈，多谢因。咱迄个规年度的迄个报告吼，咱会当伫手册来看吼，啊有啥物事工啊，甲特别服侍者吼。上后壁这个服侍者，咱遮迄个服侍者要注意看，啊，甲咱兄弟姊妹服侍吼，我们要看哦哈。啊，甲迄个整个的行事表吼，拢伫后壁的部分，咱拢来看。安尼，咱最后要来听，敢有人迄个临时的提案无？还是讲要讲的无？会讲不可能有没有？没有，咱要请迄个众圣来点名哦。没有哈，安尼请众圣长老来点名哈。计算在。刚刚有来的有没有再补进去？啊，那个谁，那个叫子琪，宋典有来哈，子琪啦哈，还有什么人？啊，明言啦哈，有报拢爱报起哩哈，好。那实际出席你个点点哈，你个怎样？来，好。感谢主啦吼，互咱会当顺序会当搁来完成。那这个是我来点名，啊，议员大家若有点着再来发言。点名，请假来讲请假，无来来讲无爱讲个清楚哦，我咧到时无讲话袂使吼。好来，巴朝福、巴宪强、李宪伟、巴宪杰请假了吼。王业竹、王文玉。黄思明、黄旋风、王桂珍、王丽珠、王惠明、古金泰、江初之、何明胜、吴珠芳、吴明珠、吴丽娟、李宗仁请假，李雅慧、李正昌、
我本人，李义军、李生达、李仲贤、李政福请假，李国成请假，李伯龙、于香梅、卢平请假，吕绍兴、林子琪、林连昭、林秀雄请假，林周爷、林颂恩、林颂典、林永杰、林胜山、林志成、林美玲、林佩如请假，林杰美、林百祥、林淑慧、林秀珠、林世尧、林世勋、周慧金、邱树立、邱章勋、邱章新，有吗？有在外面吗？张勋有在外面吗？张勋不在了哈，不在了。柯吉川、洪秀慧、洪素贞、施玉华、孙先龙请假，高小蝶在请假，殷金春、张素贞、张淑梅请假，张贞杰、庄家信、庄家英、许艳玉、许立淑请假，陈伯良、陈心爱、陈秀美、陈水蟹、钟德请假，黄玉雪、黄瑞祥、大黄秀珍请假，小黄秀珍、曾心怡、温来春、廖万世、刘金文请假，刘桂新请假，赵月玲、赵佑慈、赵怡珍、蔡成快请假，蔡明哲也请假，蔡慧清、蔡少华、蔡芳、蔡暖慧、蔡慧珍、郑建宏、郑阿满、郑宝春请假，郑美玉请假，肖兴荣、肖秀腾、邓瑞珍、赖美竹、赖月娥、蔡凤珠、钟秀钗、魏翠娇、戴静怡，为人请假，钟小珍、苏玲请假，玉兰请假，肖俊伟、蔡雅竹、肖佩龙、高州阿竹、廖秀丽、王怡珍、曾楚晴、裴君请假，林明元、林明言刚有来啊，哦，好 ，OK， 苏燕玲、林世环、林世轩讲错了，林世轩，郑光慧、李丽英请假，李丽英有来啊？有来吗？有来呀。来了哦。张建平，好。好，安尼阁留来几个人？所以咱拢总出席几个？啊，即嘛几个？
出席敢若有加几啊个。好，咱即点名了有90个吼出席吼。好，安尼咱感谢大家吼，咱继续咱迄个下面的迄个书会。啊，那个明远跟张鑫回来92个，还是回到92个了哈。所以不能乱跑哦哈。来，本周的金句。啥？看兄弟好好三甲徛起，是何等的好，何等的安乐。这通比拼迄个过去的油，天伫头壳顶，流到喙鬚，就是阿伦的喙鬚，佮流到伊的衫支，也通比迄两个露水，落伫锡安这的山，因为伫遐摇花有定着树吼，就是永远的活命。诗篇133篇第搁一摆，看兄弟好好三甲徛起，是何等的好，何等的安乐。这通比拼迄个过去的油，天伫头顶，流到喙鬚，就是阿伦的喙鬚，搁流到伊的衫具。也比拼迄面的露水，落伫锡安这的山，因为伫遐摇花有定着树吼，就是永远的活命。诗篇133篇第下面我来报告。会后有便当请留落来使用。新安宫伫咧拜三开始欢迎参加。下礼拜是客家宣教日，客家中会总干事赖德庆牧师前来分享，请为客家宣教关心代祷甲奉献。当日只有一长个礼拜。第8点，中会妇女部定就伫3月初3拜5上午9点半伫南门教会举行世界公道日礼拜。中会财务部定就伫3月18拜61点半甲4点半伫板桥教会检查2022年会计相关账目，请会计财务组备妥相关资料前往收件。中会教社部3月18要去三峡长老教会，每人100块备午餐，人数100个，请看公布栏。今日的受请，本周的受请，朱凤姐。2月22毕业24秀才姐，请起立，咱来甲伊祝福。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下面请牧师所咱代祷。咱是起立，为着咱所关心、所需要的代志，咱伫遮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阮去你三角伫遮来祈祷，搁一摆将祈祷的手透到你的面前，伫阮所需要的，阮伫遮对你求讨。主，阮的上帝，恳求你特别为着阮的教会需要。摆列阮对你所求讨的一切，无论阮备办新的礼拜堂，无论阮伫遮的新的事工，无论阮伫遮所行做，拢会当得到你的欢喜。主，借的手不但伫阮，
伫阮所开拓新邦希望教会以及正向姊妹的需要，拢领受你大大的恩典。主可你特别甲阮三个弟弟，阮兄弟姊妹中间身躯欠安的，特别伫 COVID-19 后身躯有状况，拢会当伫上帝你的保守甲看顾，阮日日得到长进，特别伫你的话，因为甲你性命的结连，互阮得到更加大的气力，领受你，互阮身躯的免疫力更加有强盛。主可能特别也教阮三个弟弟，伊伫帮咱的手也放伫阮遮的身躯需要，每一位兄弟姊妹，特别阮生命中的需要，伫信仰就要怎样甲你有更加亲密的结连。主可能也特别教阮三个弟弟，坚固阮对你的信，阮来看见上帝你的眼光，伫阮各方面的顶面，拢诚做阮最大的帮助。主可能也特别教阮三个弟弟，出外当兵遮兄弟姊妹，可能也特别看顾因出入来往得到平安。领受你大大的恩典，伫你的看顾照中，半天的家庭，伫因的行做，甲一切，拢伫上帝你的看顾中，得到水个好个圆满。主可以特别甲阮三个弟弟，阮兄弟姊妹中间的需要，无论阮伫家庭，阮伫工作，阮伫阮本身人甲人的关系，阮伫所行做一切，要怎有上帝你的疼充满伫阮。充满伫阮所有兄弟姊妹，互人因为阮来得到阳光，来得到祝福。主可以特别使用怜悯伫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的身上，伫阮对你的求讨，阮代祷的对象，阮兄弟姊妹的需要。主可以你特别保障因，无论是心灵、伫肉体、伫各方面，拢领受你大大的恩典。主，我来一摆将阮本身的需要，恭敬摆咧伫你面前，可以教阮三个弟弟保障阮遮的需要，我一摆伫你面前迫切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行397首，有圣诗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再享受圣神的帮助，对一碟，甲咱正爱姊妹三个弟弟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